笑談廣東話，又鹹廣東話，笑談廣東話，笑談廣東話之戇鳩定笨柒第4集，談狗論七下。Hello， 又嚟咯，原文再續就書接上一回，咁啊一定有好多觀眾呢睇咗上一集或者前一集呢，都係一頭霧水嘅，不知所云。咁小生我呢，就在此賠個不是，咁啊只係話因為平台呢有各種限制嘅，係咪？咁就唔能夠暢所欲言嘅喎，敬請各位看官呢見諒見諒。咁今期呢，我哋又嚟到保姆級教學、論文級嘅探究，再從我哋嘅文明嘅源頭，從甲骨文去談狗論七啊！咁有人問：喂，你係咪真係咁鳩巴閉啊？係咪真係咁鳩犀利啊？你甲骨文你都識？嘿，就係咁巴閉，就係咁犀利，唔係又點叫做婦女之友啊？咁就唔再鳩噏啊，直接就上乾課啦。咁啊講第一個字，個也字，也字喺甲骨文裏邊咧就女音也啊，女音咧先係佢嘅本意。咁啊後面咧就假借為語氣助詞。咁咧或許咧當時肯定有啲歷史嘅原因，咁使呢個也字咧就變晒佢嘅意思啊。所以咧大家就唔好少見多怪，係嘛？咁我哋喺粵語入邊咧都經常聽到噶啦，嗰隻嘢係嘛，扮晒嘢。咁其實咧就已經有嗰個不見天嘅意思入邊噶啦，就已經唔使再加多個助動詞落去噶啦。咁但係咧有好多群眾佢偏偏就係要加落去啊！佢係要講成嗰隻閪嘢，扮晒閪嘢。咁我本人咧，首先就唔會話你係污穢，其次又唔會話你係核突啊！再來咧，我又唔會話你係冇文化噶喎啊！咁明明都有相同意思嘅字咧，咁你仲要加多隻落去做乜柒啊？係咪？但係咧，我反而對你刮目相看喎啊！因為你講嘅話充滿咗《詩經》同埋《楚辭》嘅元素，證明你已經充分掌握咗喺古代江南文學嘅精髓啊！所以咧就大量使用咗疊字啊！咁小生我啊對你嘅音徑咧就有如滔滔江水綿綿不絕，有如黃河之泛濫，一發而不可收拾也。咁第二個字咧就係個求字，咁啊就係個鳩字嘅上古嘅原型。咁大家各位群眾咧就可以發揮下你嘅小宇宙，形成咗各種嘅生殖崇拜個符號，咁啊大概可以知道古人所表達嘅咩嘅嚟噶。例如係大啦、長啦，係咪啊？啲毛毛旺盛啦，啊，咁我再加埋落去，將呢個求字同個無字作對比，求字咧就比無字啊更多咗一橫。啊，即係佢更多毛。咁老子咧喺《道德經》入邊都講到嘅啦，一生二，二生三，三生萬物，係咪啊？咁呢度三條橫咧就泛指係多數、多次、繁盛，係咪啊？話個求字有三橫，就唔係話佢得三條毛喎，而係咩啊？即係好盛、好茂盛嘅意思啦。啊，個能力好強啦，明唔明啊？緊接住第三個字，
就係個子字啦。咁上一集都講到啦，好多人蒙查查烏黠黠，係咪？睇嚟睇去唔知乜。咁個子咧就係個柒字嘅上古原型啦，係咪？咁啊睇圖，古人畫嘅豎住嗰筆咧就係其實身體嚟嘅，橫住嗰筆咧就係棍仔，係咪啊？咁下低有個口啊，或者個日咧，佢就唔係口啊日啊，唔係個器皿，佢就係下低個啷啷，或者裝住啷啷嗰個嘢啊。咁中原嘅語言方面嘅學家咧，阿張吉老師個意見就係，那如果說球是一種器官，那麼這個脊就是這個器官的外形。咁我個人認為咧，個球字咧就係一個形嚟嘅啊。咁個子咧係一個態勢啊，即係一個動作嘅態勢嚟嘅。咁後邊嘅文字演化咧就分開咗身體嘅唔同部分。咁勃起嗰個咧就加個獅字頭。咁手指豎起嗰個咧咪加個手字落去咯，手字嘅邊旁啦，咁咪變咗手指嘅指咯，係咪啊？咁喺漢典入邊咧有個解釋，佢話呢個甲骨文嘅字形咧上面係一個臂啊，呢個臂咧佢係一個匙羹咁嘅形狀，咁下低咧係一個口，佢就話一個匙羹不入個口就代表個味道好。咁口又入後邊咧就變咗個日，咁啊說文就話啦，從今鼻聲本以味味。咁啊我覺得咧啲專家咧就好牽強，係咪？咁我完全100%係反對咗呢個解釋嘅。咁如果我純粹係冇論據去話啲專家咧，咁啊，大家又噴翻我啫，咁啊，你噴我，我噴你，就變咗文人相輕，係咪啊？無窮無盡噶啦。咁我梗係有論據啦。咁啊，大家咧就先睇翻第4個字。咁我上期都提過啦，就係個婚字啊。咁即係而家現代結婚嘅婚，因為佢古代咧就係用呢個字嚟代替噶啦。現代咧，因為佢個婚字有多重意思，就加咗個女字旁，係咪？咁你睇翻呢個字上面咧，個橫仔咧，個卜字嗰洞咧就係身體，係咪啊？咁嗰點落嚟咧，其實係碌棍仔嚟嘅啊。咁下低嗰個咧，好似個日字咁嘅咧，佢就唔係太陽喎啊！佢下邊係咩啊？佢下邊係個鮑魚。咁古人咧就係上邊就畫個棍仔，下低又畫個鮑魚，代表乜嘢啊？陰陽和合咯，係咪啊？陰陽和合咪結婚咯，個婚字就係代表陰陽和合啊。咁古人咧就係咁直接咁直白嘅啊。咁咧你聽我講到呢度，個婚字同個子字一齊解釋，咁上邊嗰個卜係咪？咁又係點會變咗成匙羹啊？咁唔通結婚嘅婚字就係攞個匙羹滗個太陽咩？係咪啊？咁啊魯國先生咧翻生都拗我唔贏噶啦，啱唔啱啊？咁啊講到呢度咧，對於第2集、第3集睇唔明嘅朋友咧，經過我對上下5000年、縱橫數萬里嘅深入分析同埋講解，咁而家咧，我相信大家都可以撥開雲霧見青天，守得雲開就見月明，係咪？所以做學問咧，真係要有一種路漫漫而其修遠矣，唔將上下而求索呢種精神啊。咁最後提一下，香港才子霑叔咧喺個筆文集入邊曾經都解釋過，佢話鳩就係勃起而硬，而柒咧就係勃起而軟。咁我個人嘅意見就係咧，霑叔當年咧
就為咗寫一檔嗰個搞笑節目去編排呢個劇本嘅。咁咧，大家咧就不必認真，可以付諸一笑就得啦。咁今期嘅甲骨文字咧就講到呢度啦。最後我要講，為君子者，好色而不淫，風流而不下流，多情而不濫情。咁呢集嘅時間又到啦，欲知後事如何，請聽下回分解。關注3年啦，各位老友。